嗨，你们好啊！我刚刚看完那个镜头，哇！我看到張繼聰先生，看到聰哥，好似見到我自己咁樣。喺套戲入面呢，我最欣賞有幾句說話，好想分享俾大家。原來每一件事都盡力做好，其他人都會喜歡你。努力芬芳，別人同時美麗自己。勇氣係人類最值得欣賞嘅一件事。類似啦。最緊要係擂台，好似人生咁樣，邊個個肉捱到邊個嚿肉捱到厚，就可以捱到最後。普通嘅保安成為一個臼井靈氣大師，成為一個海利靈氣共創學院創辦人，我都係咁樣行過嚟。我覺得你哋都得，好感恩宇宙好感恩聰哥拍呢一套戲咯，係啊，有好多嘅反思同埋啟發咯。見到佢就好似見到我自己，放棄好容易，堅持到最後嗰個先係最緊要，同埋。大人同細路嘅分別係，大人永遠講嘢都會令到小朋友失望。呢一句說話，我會諗起細細個嘅我淨係知道，我唔想好似大人咁講過嘅嘢唔算數咯。我一定會做好我自己，我會為我自己人生負責任咯。我亦都好感謝真係好感謝我自己呢一年有全心全意，同埋有堅持，有努力分幫別人，同時亦都美麗自己咯。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完呢套戲，好似我咁有啟發。如果冇睇嘅，我希望你哋可以去睇一睇。呢一個係一個做人做事嘅一件好好嘅一個修行咯。人生就係一個修行咯，就是一個修行。係大家，晚安你們，晚安。人生只有一次，要盡力做好自己，唔好為別人而活，要為自己而活咯。我記得我自己，拜拜。